主后2026年4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你听我无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21章第1节到25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。后来，耶稣搁伫提比哩亚湖边对门徒显现。显现的经过是安尼：西门彼得叫做双生仔的多马，加利利的迦纳人拿但业、西庇太的2个囝，甲另外2个门徒拢做伙。西门彼得甲因讲：我要来去掠鱼。因甲伊讲：我嘛要甲你去。因出去上船，迄暗，因掠拢无。天曝光，耶稣徛伫岸顶，不过门徒认袂出伊是耶稣。耶稣对因讲：少年人，恁掠有鱼无？因应讲：无。伊甲因讲：甲网拍落去船的正边，就会掠着。因就拍落去，因为拍到真侪鱼，煞拖袂起来。耶稣所听，迄个门徒甲彼得讲：是主。西门彼得一个听到是主，因为脱腹体，紧将外衫满地，跳落水。其他的门徒，因为因离陆地无远，约100公尺，就过迄只细只船，甲规网的鱼拖外岸。因一个上岸，看到遐有火炭火，顶面有鱼，阁有饼。耶稣甲因讲：拄则掠着的鱼，掠几尾仔来？西门彼得爬上船顶，拖网起来岸顶，规网拢是大尾鱼，拢总153尾。虽然遐尼侪，网嘛无破去。耶稣甲因讲：来食早顿。门徒无人敢问伊讲：你是甚物人？因为因知伊是主。耶稣行活来，摕饼分互因，鱼嘛照安尼分互因。耶稣对世人中国外以后，对门徒显现，这是第3遍。因食早顿了后，耶稣问西门彼得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赢过遮个无？伊应讲：主啊，有。你知我有听你。耶稣甲伊讲：养饲我的羊仔囝。门徒第2遍问伊讲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无？伊应讲：主啊，有。你知我有听你。耶稣甲伊讲：牧养我的羊。耶稣第3遍甲伊问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无？彼得因为耶稣第3遍问讲：你有听我无？就真伤心，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逐项拢知，你知我有听你。耶稣就甲伊讲：养饲我的羊。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你少年的时，家己下腰带去爱要去的所在，毋过年老的时，你会伸双手互人绑，甲你拖到你无爱去的所在。耶稣讲这话，是指彼得会安怎死来荣耀上帝。讲煞，耶稣甲伊讲：来缀我。彼得活转身，看到耶稣所听，迄个门徒缀伫后面。伊捌伫晚餐的时，提我耶稣的行程，问讲：主啊，是甚物人要出卖你？彼得一个看到伊，就问耶稣：主啊，这人会安怎？耶稣应伊讲：
我若爱伊活到我来，甲你有甚物关系？你来缀我。对安尼，这话伫门徒的中间流传讲，即个门徒未死。其实，耶稣毋是讲伊未死，是讲我若爱伊活到我来，甲你有甚物关系？这门徒就是为着这代志作证，佮将这代志写落来的人。咱知伊的见证是真实。耶稣佮有做其他真侪代志，若要将这个代志一项一项写起来，所写的册，我想全世界嘛綴袂了。你听我无？你听我无？这是耶稣第二遍向彼得发出的灵魂拷问。前一遍是伫耶路撒冷食最后晚餐的时，当当时耶稣为门徒洗脚了，有言家己得要离开。彼得无法度接受，追问耶稣要去倒位。耶稣回答：我要去的所在，你现在袂当缀我去，但是后来你会缀我去。彼得随即自信讲：主啊，我愿意为你放杀性命。耶稣回答：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过天以前，你会3遍毋认我。果然，彼得的自信宣告伫大祭司院埕的火炭边彻底崩塌。伫女婢甲边仔的人再三盘问下面，彼得捌有的勇气受恐惧吞噬，化作3遍急切的否认：我毋捌伊。彼得即次的失败，毋仅是言行不一，搁较是身份的瓦解。耶稣过活了后，捌2遍向门徒显现，互多马对怀疑转做宣告：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彼得却遥互沉重的阴影笼罩，伊检采见到国外的主，却未看见受赦免的家己。身为门徒的领袖，彼得选择逃避信仰。伊对其他门徒讲：我要来去掠鱼。因就缀伊做阵去。这毋单单是中草巨业，搁较是退转去伊所熟悉、通掌控的世界。迄一暝，伊劳碌规暝，却拢无休息。袂输离开主了后，性命大落，甲空虚的缩影。总是过活的耶稣毋愿放弃任何一个伊所疼的人，毋愿看见门徒重回过去的性命，因为安尼，耶稣重现迄个互彼得跋倒的场景。伫失败的核心，有备一场医治甲和解的早顿。耶稣问讲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赢过这个无？耶稣2遍用的疼是阿嘎佩，一种神圣愿意牺牲的疼，就是彼得捌自信宣告会当做到的疼。总是彼得毋敢搁再自大，伊谦卑回答：主啊，有，你知我有疼你。彼得用的疼是腓利奥，一种朋友之间真诚的疼，伊简单会当献上属于人性之疼。直到第3遍，耶稣将伊的提问降到彼得的层次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无？彼得听见主耶稣用伊讲的腓利奥来提问的时，深知主完全明白伊的软弱，所以含着目屎回答：主啊，你逐项拢知，你知我有疼你。耶稣并无要求咱完美无瑕，
伊爱咱带着家己的破碎甲无完美，真诚到伊的面前，亲像神学家加尔文对这段对话的诠释。基督接纳咱并无完美的疼，佮乐意使用亲像彼得即款承认家己软弱的人来侍奉伊。到早，耶稣要徛踮咱生命的岸边，当伊问讲：“你疼我无？”咱回答的疼，检采犹是懵懵懂懂的废料，毋是完美的阿加佩。但是，只要咱愿意献上，这位无所不知的主，的确会接纳。默想，我疼耶稣无？我用什么方式来疼伊？我疼耶稣无？我用什么方式来疼伊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愿你牺牲的疼，互我伫家庭中会当用耐心代替宽恕，伫即场上会当以诚信代替诡诈，伫教会里会当以真诚关心互遗忘的肢体，奉做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